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半杯水頻道。今個星期再次讓大家感受下個海。上個禮拜我哋用眼睛去望海，今個禮拜我哋嘗試用另一種器官，用耳仔去聽海。我哋可以聽一聽海浪拍打岸邊嘅聲音。呢種嘅聲音係咪令到大家好放鬆、好寧靜，俾到大家有一種好平靜嘅感覺呢？因為海浪聲會刺激我哋嘅副交感神經系統，改變腦入邊嘅波頻，增加阿法波嘅出現。而呢一種嘅波頻呢，令到我哋個心跳、血壓都可以放慢落嚟，亦都令到肌肉可以放鬆，而且佢哋都會傳遞一切正常嘅信息，俾我哋嘅身體呢得以休息、修復。大家都可以多啲時間去聽一聽個海，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！